好啊！火炭星海提案分享嘅 Angel， 都會帶大家嚟到九龍山睇一個實用面積1011尺、間隔實用、有3房1套加工人套房嘅優質筍盤。以下落嚟會有屋苑嘅詳盡介紹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九龍山位於九肚山麗平路33號，一共有10座，分別由4座庭院組成。屋苑依山而建，4座庭院以花形流線設計，令每戶視野更加廣闊開揚。單位總數合共有973伙，發展商係嘉里、信置及萬泰合作興建，入伙年期為2015年嘅6月。戶型多元化，由實用面積425尺至2607尺。當中除咗有標準戶之外，亦設有連平台、複式連花園及連天台戶型。麗平路為豪宅地段，呢個屋苑依山而建，地勢較高，除咗享有優美嘅環境及寧靜空間，地段尊貴之外，屋苑亦採用人車分隔嘅概念，雙子式嘅住宅大堂，配置天窗引入自然光入室內。車輛亦可直達住宅大堂，而屋苑嘅地面就係綠化空間同埋行人道路。屋苑嘅住客會所名為九龍匯，室內面積達3.6萬平方尺，樓高3層，提供近30項多元化設施，另有約143728平方尺戶外設施及綠化帶。至於交通方面，設有住戶居民巴士來往大圍站，門口亦有小巴來往火炭火車站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日龍閣1座，實用面積1011尺，間隔係3房1套加工人套房。單位望返對面嘅山景，客廳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，牆身夠闊，有足夠嘅位置擺到梳化同埋電視櫃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4人餐台。門口入嚟旁邊嘅位置仲可以擺放一大套嘅儲物櫃。廚房保養新淨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附設發展商嘅名牌家電。廚房入邊嘅工人房係套房嚟嘅。穿過走廊，第一間嚟到嘅洗手間，洗手間設有浴室寶，係用浴缸嘅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。第二間睡房同樣擺到單人床同衣櫃。主人套房設有獨立嘅工作平台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之外，預留咗位置可做置頂嘅衣櫃。主人房嘅浴室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係用浴缸嘅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